核心，咱就是要互咱核心更加清楚，要互咱的力会当更加坚固，会当更加坚固。咱讲毋惊念起只怕甲地难。咱个念头若起的时阵，咱马上爱来接受着啥？咱的先意识，先意识伊安尼一句就甲咱破解着一切心中的疑惑啦。咱袂使无觉，咱来觉醒。所以咱师尊老大就甲咱讲，咱来由觉醒中来感悟，由觉醒中来感悟。咱觉醒了后，爱搁家己感悟，那么要互咱的道志会当更加清广，更加搁远嘞。人讲所谓的人间，所谓人间，毋是赢伫迄个起跑点而是赢在迄个咱人生的转折点。迄个转折点，那么迄个转折点，啥物叫做转折点？就是讲当咱去悟着，普通时啊无人看啦为什么我会安尼？这个转折点，比如讲，我伫遐讲一个故事。咱曾经有一个台湾一个伊读较朴素，那么伊成绩足好，伊读较嘛足好，那么伊公司就甲伊派过美国，伊成绩足悬，伫遐做个职位当然是真悬就对啦。那么有一天伊就转来呢，伊就足欢喜，因为伊足贤惠，伊的囝嘛足古锥，一届就要转来咱台湾佚佗。所以呢，因足侪同学啊，因足侪同学拢是读医学的嘛。那么呢，伊就想讲现在来找阮同学者。那么呢，因同学讲同学你来哩，我现在英语我来你检查者，你长期拢伫美国嘛。那么呢，该检查咧到底，无检查无代志，检查咧到底，肝癌伊讲天啊，敢是我记忆唔对啦？伊讲赶紧你搁去台大，所以连续去3间病院检查的时阵，千真万确是确实是肝癌。那么呢，伊就去想讲，真正爱叫天呢，我为什么会安尼？我怎个足少年呢？我打30、40岁，我真系足贤惠，搁足水呢。我的囝搁足古锥呢，搁足聪明呢。我真袂使安怎呢？我这就是达到咱人生的终点。我不可以这样。那么呢，咱甲想，世间的代志毋是互咱当用讲的啦。咱大家嘛无爱，每个人都不用，咱拢无爱这物件。可是呢，当伊发生的时阵，伊只有啥？爱接受啊。那么呢，伊无接受咱管的，伊开始接受不到。那么伊所这的物件，伊当然爱接受化疗嘛，康袂无做啊，康袂无做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就开始接受化疗，然后呢，所这的非常拢清淡有机食物。那么慢慢进入了食素食的这个层面。所以那讲，伊讲在咱人生伫迄个转折点的时阵，咱迄个心念是毋是把持，还是一直咧怨天尤人咧？咱是毋是要欢喜，是要来甘愿面咧？这个物件咱家己爱出清楚这就是啥？这是因果。所以呢，互咱的念头，互咱生存的念头，伊讲我要搁继续活落去。我在人生的路，我要爱搁做出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工作。我毋是干那要安尼尔。我不是只有这样而已。所以呢，咱人在迄个时阵，迄个当下的时阵呢，迄阵大家真正会记住，咱会当超越自我，超越自我就对啦。咱就是要互咱亲情发生的问题，会当真正来互我，咱亲情发生的问题，因为咱今仔日，咱大家在道，咱大家拢修办道，今仔日看到咱这所有的道亲，大家拢是熟面孔。拢是咱的前辈者，咱迄阵看到咱这做上下咧，这老菩萨，一尊一尊对这个问题一来有够好。我看到感觉讲，真正咱人，咱平安道场，因为咱房顶老师安尼好，遮尔用心来甲咱经营咱这道亲，咱的道志、道念、道心完全拢总无变。咱会当达到有始有终，这代表就是讲啥呢？咱大家拢对咱的心地。较清净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，是咱家己爱做欢喜的一件代志嘛。因为呢，今仔日咱修道最主要是达到4字合一，一口气，
等伊的时阵吼，就亲像咱口顶内面有一个父亲吼，伊收假知影讲伊要转去啊，伊要转去啊，那么呢，伊就干媳妇讲较紧的啦，你看你衫礼服甲我穿穿的，鞋仔甲我穿穿的，迄咱老师会晓等足久啊啦，咱人我当收假咧是足好，哦，迄是上界好，还叫做善终嘛，亲像咱山上有一个道亲，伊吼。讲会伊啦，人考真好啊，可是呢，无安怎讲啦，伊的命足论。那么呢，逐家的路管吼，有大东人，搁有官人，搁有戏人，哦，伊咱生真侪种就对啦。可是呢，伊一关一关拢安尼过呢。那么即个入伊的时阵吼，伫迄要入伊之前，伊拢时常甲太太讲，我要回老家了。咱人若习惯真正成有够的时阵吼，当时要等伊，我哪会知呢？咱太太讲，我要回老家，我要转来啊，就对啦。伊讲卖啦，你要转去，我嘛要对你转去，哦，伊就叫伊开玩笑啦。那么呢，伊本来多顶个月会去礼拜要来一班，那么多礼拜要来一班嘛。那么拜五就咱太太讲，我即个可能我高去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爱入去。所以呢，伊咧到病院时阵吼，伊甲太太交代。讲叫因太太来找我拍档，讲你家做安怎讲？计后爱甲我买一单礼服，哦，伊讲交代好势啊。哎呀，即摆呢，因太太来甲我讲的时阵，我就招咱当经理做一条就真正看，看坏哦，我就更加加油呢。我讲你爱叫老师，你别搁我，你别搁来听道理的。迄样讲的，加一现在都迄样。甲下早时啊5点，佮叫师傅2下晡嘛，2下甲暗暝2下开工一个尔，因师傅啊困去，伊嘛早困去，安尼就迄阵就再见啦。真正就再见啦。所以呢，咱人吼上介重要就是啥，要达到迄个善终，安尼怎么好当去安尼是上介好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呢，咱就是讲无论去有了任何情形的中间吼，咱就是要守着咱一点的文明嘛，咱就是要搁互咱的文明会当继续，会当继续，因为呢，咱是爱守咱一口为四字无比，这点咱这个老菩萨，今仔日互我看超知道，因为拢差不多，迄一天，咱就在伫迄个台湾人才教育班一个点老师伊当讲，伊讲咱人生咱受着是万德的黄金期。你几岁到几岁？你敢知？你40岁到70岁，这是咱受着黄金期嘛。我嘛常常嘛是有影啦，因为咱伫咧40岁以前吼，咱爱做头份嘛，爱做拼一个经济嘛，照顾一个家庭嘛。可是到40岁的时阵，我们已经不离婚了。咱公司甲咱讲42分对咋嘛？咱袂迄个，咱已经有正确的目标。咱有方向，甚至咱已经咱的稳定度已经有够，咱的成熟度嘛有够啊。咱袂像迄个少年的20岁讲轻轻当当，咱袂安尼啊。那么呢，咱在老娘一直咧受咱点老师咧甲恁教育的过程，咱已经慢慢在成熟啊，咱的心智咧成熟啊。咱个勇于有智慧嘛，所以呢，咱就想办到，咱会啥呢？足认真、足投入，足用心去来做嘛。那么呢，到70岁，亲像我65岁啊嘛。那么我65岁，伊讲已经是到70岁，我甲想啦我哪会当活到90岁？我嘛是要做到90岁呢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这个老菩萨，咱就是相信就是啥呢？因为咱叫互我看迄种素面孔，用咱的前辈，拢互我的前辈这嘛。伊互我拿20、20岁的时阵就看到咱啊。即摆65岁嘛是看到咱，所以呢，咱办道的以后无限于70岁哦，咱会当做到90岁，会当做到100岁，会当做到100岁。迄一天互我伫迄个 FB 看到一个103岁，伊搁咧上班即摆人就记者去甲伊访问啦你103岁，你搁想要上班嘛？伊讲，为什么我还袂当上班呢？我身体遮尔哪好着？我目睭搁遮好，我耳孔搁遮好，我骹头搁怎好？
我为什么才袂当上班呢？会当啊，哦，我会记啦，我无输迄个50-60岁呢。所以呢，伊讲个人甲甲我问讲，你现在哪会学到遮尔济岁？因为呢，伊当讲，伊讲我逐日运动，哦，咱一定爱运动嘛吼，人要活就要动嘛。第二，第三就做清淡的物件。伊讲错的物件伊嘛几乎无咧食，因为伊即个人可能是无啥物宗教信仰，所以呢，伊讲伊即个拢做清淡的，伊逐日过着啥？足有规律的生活，早早来去困，早早来去睡。所以呢，咱这各位亲戚，咱有哪会当活到100岁，甚至会当活到110岁、120岁，咱拢会当啊。所以呢，是要家己顾好势，顾好势。咱是要放到70岁尔，咱会当活到100岁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就是讲，要互咱这个道心道念道志会当永远，会当永远就对啦。那么呢，咱就是要爱有人生的自觉，人生的自觉。今仔日呢，咱人生，什么叫做人生的自觉？咱人生是本来是做完满的物件，那么呢，它就自觉，因为咱就是啥，受了污染去啊，我们已经污染了，已经蒙蔽了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若身体是本的中间呢，咱一定爱有自觉。那么今仔日就要充实内在这个德性，充实内在德性啊。人讲德者不良，在者不良，咱一定爱充实咱内在德性，咱来开发咱内心的这个桃花源。这个桃花源是非常水的，是真正是真是仙是美的。咱要跳脱在啥呢？佛教的这个束缚，咱要行出在咱心里的这个执着。因为呢，咱人在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个人的执着。为要爱财，要爱名，为要爱权，为要爱享受。所以呢，咱心灵的执着太济啊！为想要啥呢？健康，为想要当退休，反正咱爱的物件太济啊，爱太济啊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有用的物件，甲咱束缚掉，有当时咱就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就对啦。那么今仔日咱的心，咱的心就是讲比较简单，而迄个有一个养生呢，咱就会告诉好啦。咱这个成功就是讲啦。